副总统，咱大家期待要民进党进一步改革的赖主席。各位先进同志，大家好，我是党前编号158号周炳雅。咱民进党面对败选，要检讨两大问题，一个就是基本问题，另外一个是核心的问题。基本问题就是民生经济，民生经济也无好，咱执政的选票无可能会好。核心的问题就是道德价值的问题。我用一个故事来说明，今仔日咱面对什么问题？这个故事就是国王的新衫、国王的新衣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国王本身自欺欺人。另外，国王边仔的大臣、文武、百官，大家唔敢讲出真相，致使着咱民进党和社会愈来愈看袂起。要怎解决这个问题？咱来请国王面对现实，向国人提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。